啪啪最冲。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！安那？咱竟然唱歌都唱到第二集来啊！但是我感觉天公伯可能你搞我做动了。安那？你听我的声，我已经感冒3礼拜啊。对啊，而且我正病耳还佫听袂到。安尼这唱歌到底会走进去无？毋知啊，毋过听众朋友敢若无讲啥物，所以就继续唱落去。无人来甲咱主动咧，那安尼，因是毋是毋敢讲？无啦，可能是想讲歹势，甲你讲歹听，啊无啦，什么意思？好啦，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小编听你讲讲出来就爽，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，失恋上班互头家骂，啥物拢会使讲。啊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，小编知影嘛拢会使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拍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趣味来上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佫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，你是哪有你艰苦，还是喙舌你艰苦？喙舌拍甲。像我之前咱先来念咱这评论好啊啦。好啊，对啊，咱收到一个5粒星的评论啊。5粒星，来你念者，赞啦，赞啥？你讲迄个人叫赞来吼？对啊，伊叫赞。遮趣味的名嘿，伊讲啥？伊讲为江娥老师迄集开始听，发现主持人有够好笑啦。我无好笑啊，我都正经的呢。对咩？阮是一个正经、佮有气质、佮有礼貌、佮有乖、佮爱心的囡仔。两个查某囡仔。你倒有问题？我歹势认同。你倒有？你倒一句无认同？你甲我讲看卖。你讲的拢对，我讲的拢是真的对。好，继续。讲这评论讲一个袂记你一个上重要的物件，咱今日头前摆一个真厉害的物件。哦，咱网友寄来，我真正想袂到讲我会收到这种物件呢。哟，听众朋友，我甲你讲，阮今日收到一个炸弹，就是阮的听友要结婚啊，伊寄鱼饼来甲黑白边分享。恭喜恭喜！安尼你是毋是嘛爱唱一条歌来送互咱的听众朋友？感谢是咧。对啊，后来我想者，唱这条就是霹雳布袋戏的歌啦。伊结婚送互咱即个鱼饼，啊无要唱这条花心专辑送互伊，安尼该受过分。无啦，这是阮霹雳的好朋友，所以阮就是唱这条歌送互伊。请问这位伫咧食饼的朋友，你都毋讲话是啥物意思？啥物意思？对啊，食人的饼免讲恭喜者。我未食着呢，歹势哦。饼就放伫你面头前，你会去食落啊？阿贤恭喜哦，恭喜哦！请后边来唱这条歌送互你。好。寒风归，花未开，迟迟无暖时，比如心叹秋意，空白无一日。额头茫茫心坎，心月含魂气。啥人流浪双流泪，芳无回春期。望你回心，望你转意，无奈春秋望断肠袂离，望如人生戏。望你回心，望你转意，安待春风吹起相思味，花容依然无敌。水啦！哦，我哪有叫要袂堪字啊？等下这部就爱换你唱啊！我尽量啦。好，谢谢哦。安尼说落来念顶一届无念了的批吼，这个是高雄的一练啊，还是一轮？一练。好，来你讲。一练点这条虾米乐，伊讲这条歌是咧讲当时啊，台湾人受到虾米乐的影响，开一大堆的钱，甚至爱卖厝这个凄惨的情形。虽然讲一部分的歌词较粗俗，无遐尼文雅，毋过就是真符合台语的水，也有语言这个味。一练阁有留一寡话，想要互伊的好朋友想要借这个节目，请咱替伊念出来。伊讲我想要写好主治大学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学系，简称儿家系3年仔的曾木芬哥哥。今年9月我的生日迄天，咱两个熟识，嘛是我头一个遮尔亲近的哥哥。因为真正会当甲我这个超级爱人讲话，甚至是有讲袂完的话，这款人真正是非常非常的少。甲伊熟识这几个月，虽然讲咱两个无伫同款的所在，
啊，毋过科技的力量就是互咱无距离。咱做伙参加活动比赛，伊嘛陪伴我度过病痛，啊，佮有心情无好的时阵，而且嘛发现咱两个有足侪相像的所在。譬如讲，咱两个拢爱食一种面，这伤明显啊！袂当拍广告。对，好继续。我想要透过这个节目，希望主持人替我甲下面的话讲出来，大声甲这位哥哥讲，某某，多谢你愿意甲我做伙参加活动，佮有比赛，而且嘛陪伴我伫伊个心情无好，啊，佮有受到病痛折磨的时间，一直甲我鼓励，嘛因为有你，互我为足无信心的家己，变甲足勇敢的去试每一件代志。我嘛要祝福你，伫个人生的旅途当中，失败佮有不如意是难免的，只要永远无放弃，天地有一天会是你的。最后，我想要以心向太阳，就是希望勉励你嘛，勉励我家己。以上的内容落长，请主持人包容我的要求，麻烦你啊，感恩。好，咱这位一连吼，对，一连。一连阮包容你的老话落长，安尼你嘛爱包容阮唱的歌，就是敢若一段，因为你老话的时间，甲阮唱歌的时间占掉去咯。无啦，讲算笑的是因为即条歌，无啥好唱。阮黑白变收少年啊，对，请包容，无啥熟，所以嘛无法度唱几句代表的就好。对，阮就是有小可连结啦吼，原谅阮哦吼。歹势哦。来听者啊。话若要讲透机，我目屎会拭袂离。啊，花仔钱是搭电视，汇款是转票机，亲戚朋友是走机咪。袂晓啦，悲伤。我这会悲伤好无？我著甲你讲，人你艰苦，你这音唱个遐悬，是创啥？我起上悬啊！安尼后壁拢互你唱啊！我检讨。后壁拢互你唱。后面有亮哥的歌，你袂使安尼啊！亮哥的歌，咱顶个亮哥遐有唱过，叫伊去亮哥遐听，该使。好，过来这是伫咧花莲读册高雄人默默写来的。恁两个是约好的对无？对一个人写一个安尼，阮特别甲恁排做伙，互恁安尼一个念一个。好，过来宝宝讲，我想要分享2条歌。除了是我本身就真介意的2条歌，嘛想要送互我伫咧高雄命家带水的小弟。这条风山亮的，就是我的歌词是写讲，我相信乌云有一天会散，相信有一天我这个小弟袂啥物水的代志拢找着伊。嘛爱多谢天公伯互我这个小弟，感谢伊无讨厌我这个阿兄，嘛爱感谢你爱我，咱互相扶持，互相鼓励，互相成长，爱你哦，爱你哦，哎呦。真久无听到这句话呢。红金爱你哦，你毋是红金阿姨哦，红金咪叫你阿姨啦。我白讲，哎，过来要来唱咱风山亮的这条，就是我。无我跟你讲，你介风山亮，你一定要去听阮进前有一集风山亮的好梦内底。哦，有请阮亮哥唱歌，而且佫有我甲伊的亲情对唱。这毋是重点啦，这是重点。重点是我拄迄集了，我竟然佫留伫遮咧。我本来甲你讲我的人生安尼就好，我就要死去安尼。好啦，进来唱这条歌。我相信乌云有一天会散，我相信日头会搁展开阔，我相信人生慢慢行到最后的迄段，陪伫你身躯边的人就是我。无要起笑啊！因两个互相陪伴啦。阮的奇怪歌声嘛陪伴你身躯边。好啦，说落来是后面一位，后面一位是天顶飞的探食人，天顶飞的探食人，什么意思？可能是我知，空服员。嘿，差不多。啊是机长，你若是机长，我想要熟悉你，我想要看你穿迄个制服真缘投的模样，啊，就是甲你无来袂甲你摸，用看的。所以机长无女性的就对啊。机长无有啊，嘛有女性的机长，但是真少。哦，希望这位朋友你来甲阮讲，你是伫咧天顶创啥哈？哎呀，无传一相片嘛好啦。咱迄 Google 的表单内底刚好都放相片。毋知呢，买当私信啊。IG 私信吼，传互阮拢会收到哦。嘿嘿嘿。好，伊要点什么歌？伊要点台湾上勇。伊讲毋知影黑白边有足野球无？team 台湾得冠军咯，看甲足感动诶。
你一定无看阮的厝吼，阮的厝的面顶拜托咧，乌边阮兜的电视海去，我为着要约迄个冠军赛，我搁走去倒位知道？去倒钓虾仔场，虾米？因为我知影钓虾仔场的头家有咧看球，哦，啊无去钓虾啊，敢爱收钱？我叫阮朋友去钓虾仔，我坐伫边仔看球，我甲头家就伫啊，走你，应该无人注心咧钓虾啊吼。有啦，大家嘛是钓咧，我过来看，啊问讲，即摆几分啊？哦，安尼哦，真诶哦，哪有可能啦？安尼，做激动诶呢，嘛是爱关心一下啦。对啊，迄感觉完全无咧关心阮朋友到底有钓着虾仔无？迄毋是重点。对，重点是我来讲，迄钓冠军迄当中过人，哇！对啊，迄气氛吼，因迄咧钓虾诶人专门活过来甲阮看讲阮遮规个查人是创啥？Team Taiwan，Team Taiwan，欢喜。好啊，你唱啊，你敢会晓？小看啦，来即马，甲你的手举起来，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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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哦，迄朵，安大张给，迄朵，安大张给。好啊，差不多。外口的人是感觉咱在起笑哈，我甲你嘛手甲叫要起笑啊！真诶，白边伊有黑包，伊拄则有对咧跳，哪有？可惜无录影会当互我袂你看。晓跳啦。见让别人转换一下心情。好哦，过来是台北的 Andy 要点的一条歌，哎呦，这条咱会晓哦，这条是蔡小虎的《春夏秋冬》。好，安尼请唱。你不爱唱？我的声音即摆做假会当哦。中秋月暝露水重，山顶的歌梦嘛已经红。春夏秋冬，一天过一天，对你的思念，为何你袂开阮的梦？这个迄个声够像，这其实是我哪有伫听，伊伫带小好，有小可带一个。多谢你。好，过来我真正声音伫带，听就没有听得出来我的声，我都已经要无去啊。哎呀，辛苦你啊！换你，我休困者。这过来嘛是你爱念的啊，这你阿塞。伊甲你讲会使叫伊阿塞哦，你念好啦，安尼，阿叔讲伊早久真正有阿姨叫我阿塞，因为真正较好叫。安尼以后阮就叫你阿塞啊哦，阿塞。除了单体塞，即摆个加一个阿塞啊。那真正是塞尿尿呢。伊讲啥？伊讲从哪里歹势啊？咱进前就是有请听众朋友提供一寡意见，伊讲要举办对白边个别的比赛，看啥人个别上感动白边。你讲甲你讲再会迄种诶，再会是啥物？个别啦，我毋知。阿塞啊，你解说一下。个别啦，个别哦。你讲的个别是甲你讲塞哟娜娜。阿塞再会哦。你安尼也考哦。啊，伊要点什么歌？伊要念萧煌奇的《咱结婚好无》。你甲伊结婚好无？歹势哦，阿塞，我爱先问过阮妈妈哦。阮两个伤细汉啦，无多啦。对啦。而且白边是要甲乌边做伙的。我啥物人都无爱。我啥物都毋惊。唔正经，好啦，伊要点即个萧煌奇的《咱结婚好无？这个你唱啊，我就莫甲恁搅扰啊，这是合唱的歌。哈，萧煌奇咧，安心啊的，真正假啦？合唱的歌。哦，好哦，你是安心啊，我萧煌奇哦。好啦，我较勉强的啦吼，我来做一个阿塞的角色啦。来准备，安尼我无爱唱。喊你，咱结婚好无？互我做你的外壳，毋免烦恼未来会如何。只要有你保护，只要有你照顾，生活会愈来愈好。喊你来结婚好无？我拢已经准备好，要甲你来牵手做红毛。
甲你互相听歌，互你我的全部，爱的热度一直烧。歹势我使诶。唱歌就歹听。伊讲白边唱歌，互伊感动甲哭出来。啊，你即马敢有咧哭？伊是讲送互你的歌迄条。真诶哦，我拄则甲迄爱的热度一直烧，我唱做爱的烧度一直热。有我有听出来。你顶解迄个萧煌奇的送互你的歌，真侪人老话来讲听甲哭出来呢。真正假啦？无你要阁唱一届哦。我已经袂记得啊。莫叫我唱啊！哦好，安尼过来是后一个转糖的台南人，伊讲伊希望伊的存款会当变足济，伊要来点即个李千娜查某囡仔。即条是毋是咱有唱过？对，但是咱是敢是正经的唱即条歌？就是开场咧喊几句安尼。你这里嗨，你个唱毋对去。哦，真的，我讲啥？将阮的鸡头章哦，加做我讲动这鸡头章对吗？好好好，来，你认真唱一段。将阮的长头章剪做鸡头章，查某人的心伤痕袂堪得空。少年时讲甲遮好，美丽的梦，戆人才会相信无效的手绢。唱啥啦？你敢知你唱这鸡头章？好拢你啦，叫你影响去。还是其实真正是鸡头章？毋是啦，伊是个长头毛剪做鸡头章，啊，袂当甲长头毛去做鸡头章。无啦，其实是因为要关他门出去哦，迄感情的人做鸡头章啦，所以我伊甲即条歌唱做我本身的经历。你也无关啊，你在唱啥？安尼是将阮的长头章对，变做鸡头章。你莫去替你家己找理由啦。哦，要死啊，笑一下要死啊，哪有都听来后壁即个老话互你讲。后壁即个老话讲，小编辛苦啊，爱继续加油哦。毋是，多谢你哦，转转堂的台南人。是后壁即个。后壁即个是宝岛的 Q 毛的，伊个是宝岛，毋是北岛，请替阮奉上。有人这阿杰定定咧讲啦，吼，咱迄个 RJ，阿杰 J 收结吸万，我够歹哩。伊定定咧讲啦，阮宝岛肉丸真出名啦吼。哦，我知宝岛。对，来，好，伊有下员工希望台语鉴定考试通过，对。希望你愿望成真。对，加听阮的节目练这口语啦，这一定会进步的啦。阮听友真侪人就因为听阮的节目了后，B2就安尼凊彩就甲考过啊。你敢是凊彩？我对咱听友有信心，敢袂使？讲甲安尼。对啦，因为因考过，我才甲安尼讲啦。啊，未考的朋友赶紧去试吼。要点歌啦。哦，伊要点的是 Funky Mo 的 Fix Car 修理车。这个是一条无听过的歌。伊讲拜托黑白边伫空中唱互阮听，真想要听恁唱歌。你也确定一条好好的歌叫阮唱过了会变做啥物款呢？嗨呀啦，要安怎啦？先甲你回事的啦。是的，安尼请了。修理车，修理你，修理玻璃，修理沙桶，修理沙门，修理咱的爱情。修理甲落来目讲着头壳，修理甲螺丝装着目甲。若你为你加我一档，我甘愿为你去舞厅烫衫。敢是安尼唱啦？好啦，爱就好啦。结束。即个 Q 毛我可能真后悔啊！伊后壁佫有讲哦，伊讲恁的节目有够赞，希望明年摕金钟奖。多谢你哦！到时阵吼，哎安怎？会记你伫台台顶顶爱唱一条歌做感想吼，对，无可能做袂到，拜托无法度。那有可能用记绝甲这条歌？伤紧。那有可能用这条歌？你到底最佳 Podcast 奖是虾米人？恭喜大家！啊，你去伫啊，修理车，修理你。那感觉阮是笑的，恁知无？较正经嘞，叫我诶。
我感觉你是挑工的啊，他那甲阮创低啦。下来甲阮乱的吼，歪起笑，歪起笑。过来要讲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对对对对，以下的朋友请您注意听。嘿，真就听。若是叫着你的名，拜托你赶紧留话来甲阮讲，无你的妹夫收着你的物件。无毋对，一年过去啊，阮有准备一寡小小的礼物要送互咱足体的听众。铁粉。对对对，就是因为恁有一直写批来，互阮的节目变甲真趣味。多谢。来，咱以下先公布即个第一名。有啊，阿舅公生的阿嬷，对，恭喜你，恭喜你呐！有恁邀请阮落去做一集的节目。对，为听友变做迄迷众的见面会。对，啊，而且佫变做优待。对，希望恁赶紧做到100集，邀请阮落去甲恁来宾。对。过来就是上重要的，红金一定爱有的啦吼。嘿啊，伊若无，这无彩伊一工到要写这12000字的这老话啊。感谢你，互阮的节目变甲真趣味。嘿啊，虽然讲真济条啦，拢是你念你的物件，有当时你讲你会念甲真歹势，但是无要紧啦，真济听友嘛真介意你写批来。若讲到红金，就一定爱讲到另外一个人。咸拿，咱这个同学的咸拿，虽然讲恁两个伫空中对射，啊个恁两个伫空中谈情说的啦吼，啊佮甲后边个白对。虽然讲伊爱我，伊嘛爱你啦吼。那多谢。你莫甲伊讲阿姨哦，爱你哦。过来刷落去是。这个死网友有春啊，恭喜你！对啊，咱这死网友一直以来拢互咱真济支持。对啊，无论是进前的小编听你讲，还是讲有啥物培训，伊拢会留迄得来内容提供互阮。多谢你，嘛是真感动。对，而且伊拢会伫咧 IG 店馆甲咱分享伊的生活。若是台记台还是公共电视，伫咧高雄有办的活动，伊拢会去现场来参加啦。真正是互人真感动。而且去参加了，伊拢会翕相互咱看。嘿啊，伊一工甲毋通去揣讲黑白边到底是啥物人。我恁讲人，就算阮两个去现场吼，我讲阮拢袂讲话。嘿啊，阮惊阮笑得出来。对。好，过来是台北的 Andy 啊 ，Andy，听我朋友想讲奇怪，这个名听起来真青分，啥这个台北的 Andy 会当得到咱的礼物咧？听我朋友甲恁讲，阮甲 Andy 已经熟悉4档啊。对 ，Andy 自4档前就一直讲吼，伊伫咧某一间公司上班，伊会当订到迄个正歹订到的2人数。对，就是迄个有无？迄个2人数。听讲就是甲迄演唱会共款残疾、共款困难唱的迄个2人数啦。对，伊即摆唱着1曲，阮袂使讲几粒，因为阮同事会听着。直接送互黑白边2个人。多谢你。对，阮嘛有分享即寡爱互几个同事啦，啊，佮有阮主管你有食着哦，你毋通讲你拢无食着。对，感谢你送即个物件，阮敢若会当送你一点仔小小的礼物。感谢你对阮的支持佮照顾，多谢。后一位是你甲你阿贤，对，就是咱拄上戏变阿贤。对啊，阿贤，感谢你甲阮分享你的好消息。对，嘛感谢你，其实一直伫咧阮直播啊，是讲新闻的啥物，拢一直伫线顶甲阮支持。多谢你。安尼可能有人知影即个阿贤是啥物人哦？你若知影迄个人，恁紧去甲伊恭喜，阮袂使甲伊写出来，因为阮无想要替因公司拍广告。虽然伊定定伫咧拍广告。对，会背迄个啦吼，安尼我提示着较食。过来是后一位。雷华，多谢你，雷华一直送歪歪来。对啊，歪歪已经坐甲阮同事一人一包，大家佮你抢迄个无共款的口味。嘿啊，抢甲不离个真好，因为大家拍开了，黑白白2个人，对，阮拢会使一个口味食2喙，足爽诶。若无我感冒安尼，拢无法度食落哪后会收声。嘿啦，食真2粒就好啊。对。好，过来，布啊妈妈，妈妈嘛是一直老诶。对，感谢你2个囡仔，无呢你即马较介意迄恐龙来哦。对啊，安尼刷去啊，莫互伊啊啦。无来送互伊安尼，好啦，送互伊啦，伊对。你这是用物件甲乌洗心？你确定伊会因为即个物件就倒来咱身躯边？
爸妈妈等你哦。对。过来上尾一个，紧张刺激这个上尾一个到底是啥好？阿塞啊，阿塞啊，你私心哦，因为伊甲你告白，所以你私心要互伊心，不是因为伊一定来互动安尼啦。哦，对啦，而且进前咱伫咧公共电视迄个 VTuber 小梅的时阵，敢有人知影小梅？就是迄粒头真大迄个 VTuber。虽然讲伊即马已经无伫咧啊。已经毕业啊，对，已经毕业啊。但是喺网络面顶，还有真侪影片当看嘛。伊之前甲阮就是非洲会迄集，但是有兴趣的人会当去找看卖。来看啦。对，迄个阿叔啊，伫迄个时阵就开始对即个白边讲出伊的爱，一直到当。我本来就是伊伫咧小妹无伫了，伊就无听咱的节目啊。结果竟然有呢，我嘛是呢，收到伊安尼甲阮写迄表单，惊喜。又个惊，你是做惊的对吗？又个喜，较惊淡薄啊。阿叔啊，你毋通安尼啊！白边是一个就是较避暑的人，你对伊的爱较收咧，爱慢慢啊，像我逐工安尼，我爱甲伊读，伊才会介意着你，你知无？但是你即摆已经无机会啊，因为白边已经到啊，产生一段感情咯。公开咱的代志就对啊。主管跟我讲，咱会使讲这样。安尼阿叔啊，就袂过来留话啊，留一点仔希望互伊。你是要用我来做一个炸弹就对啊。M 弹，好，请以下这个朋友，请以上这个朋友听到阮的话声，赶紧来私信，互阮恁的电话地址，还有你收件的人的字姓。对，若无就袂付啊，过年前就收袂着啊。对啊。啊，若其他无收到礼物的听众朋友嘛，免伤心。过来上下尾，我感觉就是做对不起大家。咱两个决定吼，要来唱，对，咱两个决定讲要来唱一条歌送互咱的听众啦。对，咱之前讲有就是做认真的合唱过，哪唱无哈？无啊，咱这无风格，对，拢无，咱这无风格。因为就是你甲我骂啊，听众朋友甲我讲，伊足介意听你甲我骂呢。这样假啦，听起真奇怪，你敢有考虑过来感想？袂来我嘛听个足爽。啊，毋过我毋是最爱甲人骂啊。你敢无？对啊。你确定？你一感觉毋甲我讲我塞落呢？好，都一个部分。塞落敢是甲你咧骂？迄是一个动作。哦，对我最好安尼就是拍是情，骂是爱的对。所以你讲还有真侪情的部分就对。尽量。好啦，咱节目做几啊档啊，一直想要唱这条歌来感谢咱所有的听众的陪伴。真的，感性时间，安尼直接唱好啊，莫讲啊济啊啦吼。感谢你的爱，你总是伫阮身边，因为知影你的好，阮希望陪你行人生的路。感谢你的爱，千言万语藏在心内，无论是风也是雨，阮总是跟着你的脚步，一生的爱拢予你，只要你过着好日子，因为你予阮勇气，加点认真的意义。一生的爱拢予你，只要你疼惜阮的心，你是阮永远的春天。有正经，完全无累过。阮两个竟然往遐度甲这条歌唱了咯，无简单。真的，好，紧啥啦？我知影咱的听友拢愿意哭啊，咱留一点仔时间互伊哭。继续好，听你讲，听我讲，心听爱甲小编讲，叔叔把行动通讲。小编听你讲出来就爽，多谢大家努力。